因那中国籍的货轮绿洲启航号顶一日驶离开基隆港，驶到野柳外海的时失去动力，规只船全掉伫遐。船长尾决定讲船尾爱决定要逃生，但是海巡嘛有赶紧派人去救，嘛甲这17个人即嘛接转来基隆港。小心小心！海顶靠10级的阵风，影有甲5米悬。海巡署的人员昨昏暗时出动救援，海顶的天气是真歹，船员敢来当上准时机跳去救援的船顶。让落差大概3米。因为这只有载3座天车，中国籍的货船绿洲启航，离到驶离开基隆港，驶到野柳外海的时阵，拄着大影，碰袂行全条伫遐。海巡署派宜兰舰甲南投舰去现场做安全介护。暗内，这个船长决定放弃这只船。海巡署随派巡防艇出港，伫暗时10点，甲船顶17个人再登来基隆港，送去饭店休困。航港局已经安排台船有12000匹马力的拖船，今天的中午12时由台中港出发，航行12个小时以后可以抵达现场。航港局指出，目前绿洲启航这只船伫野柳外海拍定，航港局会安排12000马力的拖船，今仔日中昼12点为台中港出发去甲拖转来。船主嘛已经向中国拖船的业者讨救兵，不过当时的到位都要看海顶的天气。其实绿洲启航这只船，这个月14号伫基隆港的时阵，船顶的天车才去弄到码头顶悬价值3亿的天车，而且甲5个货柜底歹去。因若现处时搁调伫遐等人去拖转来，实在是无比严重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